你的话真正通进入到阮生命内底，成做阮一生的帮助甲引带。专将下面分享的时间，全然交代伫你的手，恳求你大大甲阮相甲伫底。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今日是教会节期内面的中秋主日，咱来看咱的插花所在，就用着中秋来插花。中秋主日是咧纪念主耶稣，伊骑着驴仔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侪人举着中秋旗，真欢迎伊入来的这个代志。今日了后的一个礼拜，整个礼拜就是受难周。咱伫这受难周内面，咱要做伙来思考，来纪念主耶稣伊伫最后的一个礼拜内面为咱所做的代志。特别咱要做伙来孝念主耶稣为了咱所有的人类伫十字架顶所做的牺牲。伊伫十字架顶牺牲家己的性命，流血来救赎咱，也完成上帝救赎的计划，互咱的罪通得到赦免，互咱的性命通得到新的盼望。今日我要照咱教会读经的进度，用路加福音第14章，和咱做伙来分享。虽然路加福音14章伫传统上毋是伫中秋主日常在看的经文，总是我感觉伫这段经文内底有主耶稣真重要的教导。主耶稣甲要成做伊的门徒，要跟对伊的人，提出什么货是正确的态度，什么货是应该做的代志。所以嘛，真适合咱伫这个受难周的时间，做伙来做咱信仰甲生命的反省甲思考。希望通过今日的经文，通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来思考主耶稣对咱的疼。同时嘛，互咱通过一摆伫上帝面前来立志，愿意用更较实际的行动来回应、来见证主耶稣对咱的疼。但是，咱要做伙来看咱今日所读的经文。咱今日读的经文伫路加福音14章的16节开始，都是咱来看一开始14章的一开始的所在，咱就知影。今日这段经文伊的背景是主耶稣伊受人邀请，受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领袖邀请到因厝里去食饭，所以耶稣伊就伫这个食饭的场合内底，用一个关系恩赦的比喻，上帝国的恩赦的比喻来在场的人讲，什么款的人是真正会当接到上帝邀请进入到上帝国的恩赦内面。但是咱咧看这段时，咱可能唔知有一个感觉无？咱咧看路加福音的时，咱特别有这款的感觉。主耶稣常在底和人食饭，这伫路加福音内底，咱已经看到几若解。那么知影伫犹太人因的文化内底，食饭其实有真重要的意义，唔是简单要食饱那定哈。伫犹太人因的文化传统内面，你若是和一个人做伙食饭，其实迄是一个真亲密的关系的表达。你和一个人做伙食饭，表示你认同这个人，你也愿意接纳这个人。咱若注意看路加福音第5章，遐有记载，主耶稣又呼召一个伊的学生，这个学生伊进前是做抽象的人税吏，抽象的官，这个人名叫利未，利未咱可能无解释，伊另外一个名叫马太，就是写马太福音的这个速度当耶稣呼召伊来跟对伊的时，马太就伫伊的厝里准备宴谢，邀请耶稣做伙来食饭。咱来看路加福音第5章的记载，耶稣去到抽象的人因兜食饭这件代志，法利赛人真有意见。因为咱拄所讲的，犹太人因感觉，你若和一个人做伙食饭，表示你认同、你接纳这个人。当然，伫犹太人因的想法内底，抽象的人是歹人，是上帝所无欢喜。因为抽象的人是为了家己的利益来压迫同胞的一个人，所以犹太人因绝对无甲这个抽象的人做伙来食饭，也是有任何的来往。总是咱看到耶稣几若摆，特别和这款的人，竟然无愿意和伊做伙，这款的人做伙食饭。耶稣通过做伙食饭的这个行动，表达伊对这个人的接纳，对这个人的认同。耶稣嘛通过和伊做伙食饭的这个机会，来改变因的生命，因的生命完全来改变。咱有印象，伫路加福音内底已经有几若解这款的例，一个咱真实的例耶稣去到撒该的厝里，撒该嘛是一个抽象的官，
耶稣嘛是用这款他们做伙食饭的机会来改变伊的性命，来引带伊来敬拜上帝。伫咱今日这个耶稣所讲天国的恩赦这个譬喻内底，咱大心要做伙来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款的人是会当受到邀请的人？咱这个比喻内底耶稣讲到，有大心主人有大心邀请一撮人会当来参加这个恩赦。这个问题咱要分两部分来思考。第一部分，什么款人是受邀请的人？那是对当时在场耶稣咧讲的是在场的犹太人来讲，因为一开始因听到的想法，一定会想讲，大心受邀请的就是阮这的犹太人。犹太人因感觉整个犹太民族是上帝所特别拣选，上帝属上帝的百姓，因为上帝和因的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因和上帝有特别的关系。所以犹太人一听，因就会感觉讲，大心受邀请的一定就是阮犹太人。至于讲这无受到邀请的，伫犹太人的想法内底，就是这外邦人，无属伫犹太人、无犹太人的血统，这人，因感觉这人是无圣洁的，袂当互上帝欢喜，无伫上帝恩典内底。这是第一部分。对犹太人，对当时耶稣在座这情景内面来讲，因会感觉大心受邀请的是犹太人。第二，咱是甲耶稣的这譬喻放伫咱今日的处境来讲，咱感觉这大心受邀请的是啥物人？假使若是耶稣伫咱在场来讲这个譬喻，咱会感觉这个受邀请的是啥物人？应该就是咱在座每一位，咱在座每一位拢是大心受到上帝邀请，有机会通进入到这天国恩赦的人。因为咱无论是通过咱的亲人朋友，还是通过咱的同事、其他的会友、兄弟姊妹，甲咱引传，咱比做人较早会当来到教会，较早会当认捌上帝，所以咱是大心受邀请的人。特别咱知影伫咱台湾的这个环境内面，基督徒的比例也阁无真悬，有人统计过，大概是差5%左右。整个台湾来讲，差不多5%。100个人内底，才5个人是基督徒；20个内底，才1个是基督徒，比例也阁真少。所以唔通袂记得，咱是大心受邀请，是特别有上帝祝福、上帝福气的人。同时，咱嘛唔通袂记得，当领受这款的恩典是上帝来讲，咱嘛有一个责任。来将这个上帝互咱的听，上帝互咱的恩典，更加侪人来传扬，更加侪人有愿会当和咱共款，成做上帝所听、上帝所邀请的人。所以，对咱来讲，咱是第一批，咱是一开始受到邀请这个人，咱会记得，咱是有这款真宝贵的身份。第二点，咱要对于耶稣所讲的这譬喻内底来思考另外一个更较重要的问题，也是真重要的提醒。耶稣伫这譬喻内底，甲咱提醒，受到邀请只是第一步那定，最后是毋是会当进入到天国的恩赦内面，爱看你是对这个邀请做出什么款的回应。咱若对咱得到所读的经文内底，咱会当看到，拢总有3个人。其实是所有人的代表3个人因用各款的理由来提示，无愿意来付这个恩赦。安尼虽然因有接到这个邀请，总是最后因是无份伫这个天国的恩赦。我想这是非常可惜的代志。咱接下来就要来看，因用什么款的理由来拒绝这个主人的邀请，拒绝对上帝来这个邀请。咱要做伙来看第18节。第18节，安尼讲，我有买园，故不将着去看伊，请互我试。这是第一个人所讲。伊讲伊买一块土地，买一区园，所以就爱去看这个园生做啥款会当，所以伊感觉时间冲着，所以无法度参加这个恩赦。咱对这个描述，咱会当知影，这个人第一个人伊所代表应该是一个地主，有真侪土地，有真侪，兼且有真财真侪人。伊真急地要去看伊所买的这个土地，要看这个土地伫这个交易的过程内底，伊得到什么款偌大的利益，也是讲伊想要利用伊所买的这个土地，当赶紧看卖，佮会当用这个土地去得到更较侪的利益。所以伊因为安尼来拒绝出席这个恩赦。我想
第一个人伊所做的反应，伊所提出的这个理由，嘛咧代表最人会因为经济，还是讲目睭看会到这款的利益，带来失落永远的价值，就亲像这个地主同款，伊真赶紧要去追求这个看会到这个土地所带来的利益，所以直到伊放弃另外一个更好的价值，这个对上帝来邀请，通讲是非常的可惜。咱接续要来看第二个人，伫第19节，伊讲：我有买牛5对，要去验看，请互我试。5对牛，5对就是10只啦，10只牛对当时的人来讲，应该是真贵重的笔钱所以咱会当想象，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好业人伊嘛会靠真济财产。伊希望通过伊所买这5对牛，会当互伊伫工作顶面更较顺利，伫伊工作顶面会当得到更较大的成就，得到更较大的果效。我想这个人伊用的理由就是咧表明，最人会因为咱的工作，为咱家己的职业来拒绝上帝，用这做理由来拒绝上帝对咱的邀请。可是咱嘛要注意，耶稣伫这所在所讲的，毋是甲咱讲，那呢，咱拢无需要工作，咱拢无需要打拼。我想嘛毋是安尼。伫圣经内面有侪教导咧，甲咱讲，咱着认真打拼，伫咱的工作，伫咱的职位顶面，成做一个认真负责的人。这是圣经互咱的教导，总是主要所伫遮甲咱提醒，打拼工作、认真工作非常的重要。但是唔通互工作成做咱生命的全部，唔通互工作占满咱生命内底的所有的时间。若无，咱就因为这个工作，因为咱看做重要的这个工作，咱来失去迄个永远的价值，这嘛是非常的可惜。咱一定要会记得，工作是为着生活，为着咱的生命来存在。这个顺序要真注意，唔是颠倒变，唔是咱的生命为了工作来存在。我想咱会当真清楚，把这个顺序排好着，那呢，咱就无计较，因为咱的工作，因为咱的职业，因为咱的这个工作来放弃更较大生命的祝福。咱接续要来看第三个人，记载第20节。第三个人伊用的理由，伊安尼讲：我有娶某，才袂得来。我有娶某，才袂得来。伊讲伊拄仔结婚。伊需要搁较侪时间来陪伴伊的太太，和伊做伙相处，所以伊要提示无法度来参加这个宴席。我想这个人伊用的理由在上顶，有当时家庭也是咱和人的人际关系，有当时嘛真做咱拒绝上帝的一个理由。咱用我的家庭也无稳准，我的其他的朋友伫礼拜日拢爱坐我出去耍，我无法度无这个时间，用安尼来真做咱拒绝上帝邀请一个理由。相反，咱嘛得爱注意，主要说伊通过这个譬如，毋是甲咱讲，咱无需要和咱的亲人、和咱的朋友有好的互动，建立好的关系。总是主要说嘛，伫遮通过这个譬如，对咱提醒，咱的生命内底和别人、和咱的亲人、朋友所建立的关系，无应该放伫咱和主要所的关系的进前。应该爱将咱的上帝、将咱的主要所放伫咱生命的第一位。我想这是主要所伫这譬如内底，互咱真重要一个提醒。咱若回头转来看这三个人伊所用的理由，听起来咱像有一个正当性一个正当的理由就是咱若详细来想，其实因这三件代志买土地、买牛、娶某，其实拢毋是遮尔急迫性啦，无遮尔紧急，一定要用这个赴宴席的时间来完成。那赴宴席了后来做检查嘛会当，所以咱会当知影，其实人做些时阵对上帝拒绝，毋是有啥物正当的理由，做些时阵是找借口来拒绝对上帝来祝福甲恩典，实在是非常的可惜。我想这譬如要真做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伫咱今日所看的经文内底有讲到三项代志：买地、买土地买牛，也是讲结婚，也是讲用咱今日生活的处境来讲，咱生活对学生来讲读册，对咱来讲有可能有人际的关系，咱的事业、咱的工作、咱的家庭。
这对咱来讲，其实拢是真正面有价值的代志。总是通过主要所今伊所讲的这个譬如，互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互咱一个真重要的思考，就是咱爱会晓伫咱的生命内底好好来安排今后的这个顺序。这个代志拢是真正面有价值无毋对，但是咱若甲伊摆伫上帝头前，那呢，咱就变得失去迄个更较重要、更较有价值、永远的迄个活命的祝福。我想这是咱通过这个譬如，会当得到一个真重要的提醒。毋通互咱生命内底，咱看出有价值这代志，来阻挡咱和上帝关系的建立。毋通因为咱生命内底做无用、做代志，互咱连一点仔时间来灵修、祈祷、读圣经，来参与服侍都无，那呢非常的可惜。那因为这代志阻碍咱和上帝关系建立，那呢咱就是因为第二好的代志来失去这个上好的代志，是人讲是非常的可惜。伫马太福音16章26节安尼讲，人若得到全世界来丧失伊的性命，有啥物利益？是人要出啥物来兑换伊的性命？互咱真好的提醒，咱的性命必须爱真清楚，啥物是上界有价值，啥物是咱第一爱追求的目标。有人讲，咱的生命，咱像一场赛跑走标的这个比赛。走标比赛，当然你也要着顶，第一个重要一个重点是你爱走了紧但是除了走了紧以外，其实还有一个愈重要，就是你走的方向爱对。目标伫头前，你若往后壁走，你若走哪紧是离目标哪远哪定。做这时阵，有当时咱的生命会发生这款的代志。咱做拍拼咧走，总是咱毋知影咱迄个方向，咱迄个目标毋对去。我想通过今日这个譬如，嘛咧甲咱提醒，咱要真清楚，咱的生命内底上界重要、上界值得咱追求的目标是啥物？有一个故事安尼讲有一个樵夫测柴的人，伊逐日拢真骨力到山顶去测柴，一年透天去嘛无晓困几日。总是经过一段时间了后，伊发现，伊每一日找回来的柴，哪来哪少，伊嘛感觉伊每一日的工作哪来哪忝，哪来哪无高效无快力伊就感觉足苦恼。这个樵夫这个测柴的人，伊有一个朋友，知影了后，就替伊要来找出啥物找出到底是啥物原因造成这款的情形伊来了后，伊就看到伊所用的这个斧头。伊就发现讲原因是出伫这个斧头顶面，咱知影斧头发生啥物代志？斧头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了后，已经钝去啦用无够力，所以用来测柴时间就爱真了力，也无法度做真好的工作。所以这个朋友就甲这个樵夫，甲这个测柴人建议讲你应该歇一阵用这段时间好好来，甲你的斧头重新磨下来，那安尼你接下来的工作就会较顺利。咱感觉伊的建议敢有道理，咱应该拢感觉有道理啦但是这个樵夫伊甲回答讲袂使，你看我种找的柴已经遮尔少已经无够通维持我的生活，我若搁歇几日，那呢我的生活会搁愈困难。做这时阵，咱咧处理代志时，咱会亲像这个测柴人共款，咱袂记得什么是这个问题什么是咱拄着的问题的症结啦咱生命内底拄着困难、拄着挑战的时，咱常常拢要用咱家己的想法，用咱过去的经验来处理这些代志。但通常就亲像这个樵夫这个测柴人伊所做的决定共款，无面对真正的问题，这个问题就继续存在，无法度得到解决。我想，当咱拄着生命的困境、拄着生命的挑战的时，咱会记得，咱是属伫上帝的囝儿，咱毋通袂记得转来到上帝面前。当咱愿意亲近上帝，愿意和上帝有一个好的结连的时，咱的上帝是智慧甲快乐的源头，伊要赏赐咱够遐的智慧、够遐的快乐去面对咱生命所拄着的困境。当咱和上帝有一个好的结连的时，我想咱生命这个问题、这个挑战，拢要得到处理、得到解决。所以千万毋通互咱真无用的生命的人生内底
探满大项的代志，比较咱无时间和上帝建立一个好的关系，那呢非常可惜，也互咱的性命得袂到对上帝来祝福甲帮助。接续咱要做伙来看第25节到27节的这段经文，咱今日所读的部分。耶稣伫这段经文内底，伊进一步这要跟对伊希望成做伊的门徒的人讲，恁要成做我的门徒，恁要来跟对我，那安尼恁必须爱付代价。成做门徒，毋是一件轻松，毋是一件人看起来真快乐无需要付出的一件代志。伫原文内底，门徒这字伊的意思就是学生的意思咱来看咱台语的圣经，就直接翻做学生。这学生的意思嘛有跟对者跟随者跟对人的这个意思。有人将咱信仰的历程分做5个阶段这5个阶段是听过、知影、认捌经历甲生命。听过、知影、认捌、经历甲生命，这是信仰的5个阶段听过是讲你有听过耶稣，听过这个信仰比如讲咱若去外口伫咱台湾遮问外口的人，我看你有听过耶稣无？我想大概应该是超过90%应该拢有听过啦就是毋捌，但是至少嘛有听知影耶稣是啥物人知影可能进一步知影耶稣这个人代表啥物意义是教会信仰的中心。再来认捌，可能伫圣经内底知影耶稣讲过啥物话，做过啥物代志，有啥物真重要的教导。经历就是将上帝的话，咱进一步伫个生命内底实践出来，经历了上帝的话快乐，上帝的话真正是有活命的。第5个步调是活命，生命就是将上帝邀请进入到咱的生命内底，互上帝成做咱生命的主宰。我想若用这5个阶段来看咱的信仰，那要成做一个真正门徒，绝对袂当干那停留伫头前迄3个阶段。听过、知影、认捌，我想这拢无够野。要成做一个门徒，成做一个学生，成做一个跟对者，我想一定要用生命去经历上帝的话，一定要互上帝伫咱的生命内底成做咱的主宰，引带咱行人生的道路。主要说伊伫咱今日所读的第26节安尼讲，若有人就近我，也无怨恨伊的父母、母囝、兄弟姊妹以及家己的性命，就袂为做我的学生。主要说真明白、真清楚讲，只有将耶稣放伫生命的第一位，放伫生命上头前的位，那呢这款的人才会当真正成做一个门徒。当然，咱若看咱的台语的翻译是直接翻译做怨恨啦但是这个怨恨，这个恨这字，毋是咱迄种因为咱关系无好，所以我做讨厌你做怨恨迄个恨这怨恨是一个相对的比较。咱对亲人、对朋友的疼，那和咱对上帝的疼比较起来，简单会当称作是怨恨迄是用一个比较的方式来讲。咱对上帝的疼应该赢过咱对咱的亲人、朋友，甚至是咱家己的疼。那安尼才是真正成做一个门徒，主要所讲，会当成做一个门徒的一个条件。咱若注意看主耶稣伊一生的服侍，就是在实践伊这句的教导。伫伊一生的服侍内面，主耶稣伊总是将上帝摆伫第一位，用上帝的意思，用上帝的话来成做伊的行做，伊一生的顺序。伊总是愿意顺服上帝所交代伊的使命，伊最后嘛因为顺服上帝，为咱背真沉重的十字架，行这个牺牲的道路，完成上帝救赎咱的这个计划。咱拢知十字架伫当时是罗马政府用来处罚重刑犯的一个刑区，是一个见效的记号。但是主耶稣伊无拒绝这款的见效。伊勇敢选择行十字架，因为伊愿意顺服上帝和伊的使命，也通过主要所伫十字架顶的牺牲，伫十字架顶的流血，最后搁我将这个十字架原本是一个见效的记号，转换做得胜荣耀的记号。
我想伫咱的生命内底，要做，互咱感觉真见效，无法度面对这困难甲挑战。我想咱是愿意用咱的信仰来面对生命内底这挑战，用实际的行动将咱的信仰实践出来。安尼我想，咱生命内底所拄着这困境、这挑战，嘛要亲像是不加同款，对一个见效的记号，转换做得胜荣耀的记号。最后今日分享最后，我要用潘霍华这位牧师伊生命的故事来做一个结论。潘霍华咱检测有听过，总是咱无真实。潘霍华这个牧师伊是德国的人，伊是一个神学家，上时嘛是一个牧师。伊1906年20世纪初伫德国出世。伊死的年份是1945年的4月初9，4月初9过这个拜三4月初9是伊死的纪念日。伊死的时才39岁。潘霍华牧师伊生活的环境时代是希特勒在统治的德国。伫迄个时代真侪教会唔敢对当时的统治者发出声音，真侪教会甚至真侪基督徒拢徛伫支持的这边。就算讲无做正面支持，至少嘛唔敢讲话，唔敢讲什么反对的话。总是潘霍华这个牧师伊真特别，伊通过伊的信仰反省了后，伊感觉当时的希特勒的这个政府，唔是一个正当的政府，唔是下上帝心意的政府，所以伊决定要来参与反对纳粹的这个运动。所以伊嘛正做政府的黑名单，政府就真侪甲刁难，真侪在甲注意。伫伊几若届有机会，伊的朋友安排伊来当出国有一届，伊的朋友真正安排一个机会，互伊离开德国去到美国。这朋友就甲讲，你着好好留伫美国，你毋通阁转去德国你若转去，可能有性命的危险，政府已经在注意你。总是经过一段时间了后，潘霍华伊做一个反省讲，伊讲一句话，伊讲我即马若是离开我当在受苦的同胞。那安尼将来我就无理由通转来甲因做伙重建这个国家。这是潘霍华这位牧师伊用伊的信仰所做的一个反省。伊感觉伊必须爱和伊当在受苦的同胞徛做伙，所以伊就决定对美国佮转来到德国。转来到德国了后，伊就更较积极来参与要暗杀希特勒的这个活动。当然有人知影伊要参与这个活动的时，有人就问伊你是一个牧师，你用牧师的身份去参加这暗杀的行动暗杀的行动，唔知你敢会感觉有矛盾还是冲突？这潘霍华牧师讲其实有一段时间伊感觉有些话挣扎啦，伊嘛讲说牧师去做这个暗杀的动作那种好像有点身份角色的冲突啦冲突不解下。总是通过一段时间的信仰反省了后，伊决定伊还是要参加这个暗杀希特勒的这个行动。伊当时讲一个例来譬如，讲当时的希特勒就那像一个小的在赛车伊车无受控制，已经伤着多侪人。伊讲这时阵也无一个人愿意出来阻止这个小的继续赛这台车，那会当想象一定更较侪人会受到伤害。所以伊决定用伊的信仰来反省了后，伊决定要徛出来做这样代志当然最后咱嘛知，伊就是受到德国的政府抓起来第一届的刺杀的行动失败了后，伊和伊的同伴受抓1943年3月份受抓而且2天后就受处死。伊真清楚潘霍华牧师伊通过伊信仰的反省，真清楚什么货是伊应该做的代志。用伊的信仰的行动，通过信仰反省了后，实际行动行出来，会当来实践伊的信仰。就算讲爱牺牲伊的性命，伊嘛感觉伊愿意。我想咱若看潘霍华牧师伊的一生的行动，虽然短短39岁，总是互真侪人真大的激励。信仰的气力，信仰实践的行动，其实是真有气力。当咱通过咱的信仰，知影什么货是咱应该做的代志时，其实咱所做出来是会当带来真大的改变甲影响。看潘霍华牧师的一生，伊是一个真正用生命来实践伊的信仰的人。伊的信仰毋是干那留伫嘴、留伫头壳那顶，伊是愿意付出实际行动。
我想咱每一个基督徒嘛得来学习，互咱的信仰会当行出来，会当有实际行动，会当真正带来改变。今日是要进入受难周的一个主日，嘛是咱每一个基督徒会当搁一摆重新来反省咱的信仰，反省咱的性命，反省咱和上帝关系啥款的一个事情。愿咱会当搁一摆来思想，来纪念主耶稣伫十字架顶为咱的牺牲，对咱的疼，嘛会当搁一摆伫伊的面前来立志，咱愿意用实际行动来回应上帝对咱的疼。愿意真正成做一个军队主耶稣的门徒，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伫准备要进入受难周的这个时间，用这段经文来成做阮的提醒与帮助。主做的时阵，阮的信仰停留伫知影，停留伫听过，停留伫阮的头壳内底。阮欠缺实际行动，将阮的信仰来实践表现出来。准备恳求你来帮助阮，阮的生命毋是简单停留伫这个阶段内定，阮愿意用阮的生命来经历你的话，也愿意互你进入到阮的生命内底，成做阮生命的主宰。阮恳求你信心亲自来引带阮每一位，每一位拢愿意学习，用实际行动来实践阮的信仰，愿意真正来成做一个你的门徒。来跟对你，来学习你的所行所做，全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全然交代你的手，恳求你大大甲阮三甲地地，阮咱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这是咱要吟诗来回应上帝的听，圣诗120首，救主出声叫我。咱三角起立来吟。救主出声叫我，温柔的人君我，快给我打真情。去到救主面前，我靠主恩典，最我的下面，我大福气甲欢喜，是靠救主名里，你心我暗白路。亲像大石坚固，那我靠主耶稣，引领开我路，我靠主恩典，最我的下面，我大福气甲欢喜。你那心思悔，所行所做犯罪，是靠救主宝贵，为洗真犯的罪，我靠主恩典，最我的下面。我大好比高飞，是我救主名里，你是我的事，前路当就生死，欢喜这下来过，主大功劳。我靠主恩典，最我的下面，我大福气甲欢喜，是靠救主
请坐。伫未奉献的大圣，我代表双连教会，要欢迎头一摆来到阮的中间，到阮三甲聚会欢迎恁来填写迄来宾的欢迎卡，互阮来为恁来介绍。奉献是咱基督徒的本分，如果恁若还未清楚奉献的意义，请恁来会即通唔通勉强来奉献，只是咱三甲来奉献。